好多人買豪宅投資商鋪一生，人最大嘅誤區就係死認定一句說話：有山有海無敵景觀，就等於頂級風水寶地。尤其喺香港地價天價，寸土寸金。只要係臨海靠山嘅物業，普通人同投資者都會爭住入手，覺得肯定保值、升值、穩賺不賠。但現實往往狠狠打臉。香港有大量外表光鮮亮麗、裝修奢華、視野頂級嘅海景豪宅同大型商場，表面風光無限，實際上內裏殺氣重重，運勢極差。好多業主高價買入之後，住日跌再跌，資產到縮市，樓市抵債質，資產深度市場，甚至破產離場，亦都要好多大型商場開業緊時，聲勢浩大，全聲助陣，人料爆滿，短短幾年就接縮衰落，商戶撤退，鋪位空置，人流凋零，徹底變成業內公認嘅死場廢場。絕大部分人只會將呢啲慘敗歸結為市道差、運氣唔好、市場競爭大。但係今日我哋撕開表面經濟假象，講透背後真正嘅核心原因。嗰句說話講得好真實，唔係嗱，所有依山傍水都係福地，一旦踩中三大絕命，風水兇殺，在後嘅身家都可以慢慢被吸乾敗盡。首先，我哋拆解第一個香港最典型、最容易被誤判嘅破財大殺局，就係數碼港代表嘅割腳水、無情、荒山雙殺格局。好多人睇數碼港，第一感覺係高級現代化、臨海開闊、環境優美，無論寫字樓定係住宅，都俾人一種頂級濱海商圈嘅感覺。但喺風水實戰角度，呢度係典型嘅看似有水，實則大破財。首先講最致命嘅割腳水，正常風水水局講究水抱有情，流水彎曲溫柔，遠離地基先可以聚財流氣。但數碼港整片海岸線極度陡峭，樓宇緊貼海邊建設，建築物幾乎貼住海水，海浪每日漲潮退潮，都係高速直衝，猛烈撞擊地基。風水入面明確講到，這件事給我們的很大嘅算是水貼着浪直作水割腳水，罪主破敗，主虛後主，財來財去，留不足大錢住呢度經營呢度嘅人唔係賺唔到錢，係賺到嘅錢永遠留唔低。投資平凡被透，生意脫人出變故，造化開支不斷，資金鏈長期緊張，看似風光，實質家財暗中不斷被撩水殺氣切吉沖刷流失。再加埋第二個致命問題，有山無靠山殺壓身。普通人以為背後有大山就係有靠山，但風水入面分真靠山同假靠山，圓潤平緩、草木茂盛、端正穩重嘅先至係真靠山。拖日這件事，景我問大勁先可以助人穩運招貴人穩財運，而數碼港背後嘅山體山石嶙峋，山勢陡峭，坡度極大，寸草稀疏，屬於典型嘅廉貞凶山、怪石孤山。呢種山唔單止嘅唔會幫你擋煞落穩壓，反而形成下壓煞氣，常年壓向整片片區。住喺呢種山前，事業容易受壓，貴人遠離，做事阻滯重重，壓力住大，心態焦慮，永遠努力多多，回報寥寥，付出同回報完全唔成正比。有水破財，有山壓運，雙重兇殺疊加，先至造成呢度長期旺場唔起身，豪宅升值乏力，商戶難做嘅底層原因。第二個超級經典，專門坑高端買家嘅兇殺格局，就係九土山大量山頂豪宅踩中嘅孤峰煞，搭配反攻煞。九土山一向被包裝成半山豪宅勝地，谷身頸時時嘅蓋蓋嘅算聲。湖底山景，視野開闊，私密性高。無數有錢人爭相約受山頂倒之後，先發現屋池運勢只轉之下，是非變多，踩運鬥退，揸緊健康不穩。最大元兇就係第一重煞氣，孤峰獨聳，風吹頭煞，風水有云，風吹頭子孫愁。孤樓高，換世浮好多頂級豪宅孤零零起喺山脊最高處，四周空空蕩蕩，冇遮擋，冇護衛，冇抱局，四面狂風直吹，氣場完全露唔低正常風水府地需要藏風住氣，但孤峰地塊完全相反，所有旺氣、財氣、福氣全部被大風瞬間吹散住。呢種屋最大問題就係運勢極不穩定。大起大落，一時大賺，一時大虧，事業起伏極大，家庭氣場散亂，人心唔安穩，是非口舌特別多，根本傳唔低福報同財富。再加埋第二重致命兇殺，反公路反攻，水灣都割仔，九土山盤山公路蜿蜒曲折。
好多山頂單位門前嘅道路、高架橋形成向外反彎嘅形態，呢個就係風水入面最兇狠嘅反攻煞。反攻形似彎刀，形如利刃，直直對正樓宇，主歌傷主君，非主而壞主大破財。長期被反攻煞氣對沖嘅住宅住戶，好容易招惹法律糾紛、河童陷阱、人際反目、交通意外。投資上面極易遇到騙局，對手反谷項目爛尾，明明計劃周全，最後都係無端端破財虧損、孤風散氣加反攻割財，兩大兇煞疊加，直接令好多天價山頂豪宅變成外表頂級內裏敗運嘅風水陷阱。第三個係所有做生意老闆最需要警惕，香港無數商場市場嘅通病，就係穿心煞前通後通，人財兩空。好多新建商場為咗通透美觀通風，設計咗超長直長廊，大門正對後門，正門直通，地下出口中庭通道貫穿前後，形成一條不直嘅穿心通道。喺玄學風水入面，呢個係最忌諱嘅穿心大煞，風水藏氣先可以聚財，而穿心格局令氣流極速直穿、直進直出，完全唔停留，唔會旋、唔沉澱，客人入鋪人流入場，行兩步即刻走，呢轉線線碎喺臨帝人氣，留唔低消費，留唔低財運。商場睇落通透大氣，實際上氣場徹底是空，財氣全部直衝散盡。無論點樣宣傳、點樣降價、點樣搞活動，都冇辦法留住客流。久而久之，商戶賺唔到錢，紛紛撤場，商場越做越冷清，租金下跌，價值崩塌，最後徹底淪為市場。講到呢度，大家終於明白，香港好多靚景觀物業之所以敗局收場，根本唔係運氣問題，而係地塊先天踩中絕命煞局。真正嘅風水寶地，從來都唔係最靚、景觀最高視野、最貼海、最山頂，而係藏風聚氣、環抱平穩、有靠有護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套實用落地、普通人都適用嘅買房租鋪避坑乾貨。第一，千祈唔好盲目追捧超貼海、超近海單位，水流太急、岸太陡浪，直衝地基，100%係割腳破財局，再靚海景都唔可以揀。第二，避開光禿禿、陡峭嶙峋、怪石裸露嘅控山揀山，一定要圓潤平穩、草木茂盛先至算有靠山。第三，置業同開店一定要避開山頂孤樓、四面空曠、狂風直吹嘅孤峰局。書戰士給我好大嘅訊息，氣場散就係財源散。第四，門前大路彈道，如果成反攻彎兜對沖就屬於長次破財軍揮煞，一定要謹慎玉手吊戶。商鋪聲床砌字前後字突通，長廊穿星，氣場折射必然人財兩空。如果已經不幸財重宮輕回煞氣，都有簡單化嘅方法。直衝位置可以擺屏風、高身綠植，做景觀水池嚟緩衝氣流。反攻對沖位置可以擺放雲重是財，後重擺件鎮煞穿心長廊，可以加裝隔斷遮擋，製造迂回氣流，令煞氣變柔和，散氣變聚氣。城市風水從來都唔係迷信，係氣流環境、磁場、心理、地理格局嘅綜合學問。依山傍水唔等於福地，識避煞先可以守財，識藏氣先可以旺運。呢個就係無數香港豪宅同商場慘敗背後最真實、最殘酷嘅風水真相。